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到5月 Top 100房企销售总额14436亿元，同比下降10.8%，降幅较1到4月基本持平。这个就已经说明情况了。今年1到5月比去年1到5排名前100的房企销售额下降了10.8%，可以说明这个楼市现在前景不妙，要想让它稳住，恐怕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单从5月单月的情况看，有部分房企单月业绩实现环比提升，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有的房企在5月份有新项目开盘，日光，那它当然就提升了。你比如说上海，根据易韩智库表示5月当地频繁出现日光盘，比如绿城朝明、上海1号院、前滩公馆项目，均为开盘当日便实现告罄，就售罄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楼市日光之外，还存在着零认购的局面。这个咱们节目也介绍过，上海的外环外什么浦东外高桥板块、阳明花园项目2期63套现房无人认筹，几家欢喜几家愁。那房价什么表现呢？还是根据中指研究院6月1号发布的数据，他说5月份呢，中国主要城市依然延续新房价格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价格下跌的趋势。什么意思？新房的价格是结构性上涨，也就是部分城市的部分地段、部分区域在涨，叫结构性上涨。那其他地方还在跌，这是新房。二手房那就都在跌，它二手房房价下跌趋势吗？他没说结构性下跌，那就是普跌，都跌。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米16815元人民币，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56%。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3794元，环比下跌0.71%，同比下跌7.24%。我们先说新房，单5月份呢，比4月份100个城市的新建住宅平均价格比4月份还涨了0.3%。我们可以说新房价格是在上涨的，但问题是咱们以前也介绍过，它上涨纯粹是上海这些日光盘、杭州还有北京这些日光盘导致的。分母我现在在缩小，但是分子就这么几个地方，全国2线、3线城市，你假设他们都没有成交，那现在成交的就是上海的日光盘、深圳、杭州这些日光盘价格又高又在涨，所以就显得房价在涨。所以你看，一说到你整个房子卖了多少平米，那就是前5个月下跌8%。所以这数字实际上不难理解，这个反映出什么个特征？是房子卖的少了，新房卖的少了，但同时新房里面好房子、豪宅卖的多了。如果你再要这个理解，就是韭菜刚需房买不动了，彻底熄火休息，这是新房。二手房就别说了，100个城市环比下跌0.7%，也就二手房的价格都是在跌的，同比下跌7%，这比去年二手房房价下跌了7%。你10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有93万了，这还是平均。那核心地带的房子还没怎么跌，那你这个4线城市或者是郊区的房子，恐怕那跌得稀里哗啦的，跌得爹妈都不认识。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据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中国负责破产项目的何国良介绍，这是网上传的。他说，在中国房地产业海外债务重组中，投资者的资金回收率仅为0.6%。他说，现实情况是，公司方面一味要求延长偿还期限，资金回收情况十分严峻。这个虽然是在网上一个传言，但是我认为这是确实是现实情况，因为他说的是债务重组，实际上就是那破产的房企清偿率是非常低的。我以前说过，他能达到3%，你就烧高香，这个是0.6%。那企业的破产要啥没啥，他把这企业的职工问题解决掉，欠国家税的问题解决掉，公益债权解决掉，那还有什么钱给你还？这些人都是海外债权人，他都是普通债权。实际上在深圳，银行面临的现实情况同样非常严峻，也就不光是海外债权人面对困难，这些银行实际上一样，因为这些房企他给不起钱了，还不起钱。按照往常，银行不担心，因为你有地在我手上，我把你地处置掉，钱就回来了。现在大家也知道，你银行现在硬气不起来了，因为这个地你处置给谁？政府的地都卖不掉，所以银行面对开发商也只能想辙配合，怎么样让那资产显得就不要列为不良，各种通融，就像跟房奴通融一样，就像跟那些要提供的韭菜一样，不行就缓一缓。他是被逼的，因为那你把韭菜的房子拿回去拍卖，拍不掉，除非位置好的、地段好的、户型好的。深圳的二手房5月份交易量是再
再一次萎缩。总之，这个小阳春已经很久没人提起了。这些数字显示，这个楼市要稳住不太容易，无论是房价还是这个房子的销售面积，恐怕都在下降。但是这个银行给出来的又似乎是好消息。财新网报道，他说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25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9.78万亿元，同比多增3200亿元。截至2025年1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65万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说，个人住房贷款延续2024年3季度以来修复趋势，继续小幅增加。2025年1季度个人住房贷款新增2144亿元，环比增幅超过2024年4季度。2025年1季度末，余额累计至37.9万亿元，同比下降0.8%，增速比3年末高0.5个百分点。整体来看，个人住房贷款的修复整体较为缓慢。2024年3季度以来3个季度总计新增贷款只有3400亿元，而2025年1季度个人住房贷款增幅占其中的60%，说明筑底回升有所增加。科尔卫数据统计，1季度全国至少有66个省市出台124次稳市场政策，包括取消限售、加大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加大以旧换新力度。202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稳住楼市股市列在经济工作的前列。随后5月出台一揽子政策，也加大了支持房地产稳定政策，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发布新的系列融资政策等。财新网说，不过最新一轮房地产支持政策的效果有待观察。相比之下，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虽然新增，但是增幅收窄，增速仍然低缓。2025年1季度，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个人消费贷款仅新增321亿元，同比少增约50亿元。截至2025年1季度末，个人消费贷款余额21万亿元，同比增长6%，同比增速较2024年1季度下降2.6个百分点。先说说个人消费贷，2025年1季度个人消费贷只增加了321亿元，同比就比2024年1季度少增50亿元。这个不要找理由了，大家都勒紧裤带不消费，这数字就是这个意思。那关于个人按揭贷款连续3个季度小幅增长，这个不难理解，因为从去年9月份开始，不是出了救市大招吗？这不停的救市大招中，其中有一招不就是降低首付比例吗？大幅度降低。第一套房本来是一般的是20%首付，有的是30%首付，统统的给它调到15%。大家也知道，首付一下降，意味着韭菜买房的贷款就多了，对吧？100万的房子，你本来要首付30万，贷70万的，现在你只用首付15万，贷85。所以说，从9月份开始，很多人贷款，他同样的房子贷款增加了，所以这就是个人住房贷款这个小幅增加就有贡献在里。按照我们通俗的说法，不代表房子卖多了。当然了，因为它有救市政策，所以房子也卖多了，这个你不能否认。很多人本来他是限购，他不能买，但这回他能买，抓紧时间买了，确实救市那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有一部分人买了。但是这个买的是什么？透支未来的，就透支现在的。你本来很多韭菜是打算5月份买房子，去年10月他就买了，不就这个意思？那所以导致你看5月现在房子卖不动，你透支了。所以央行的数据也说明这一点。你看看大家就勒紧裤带不消费，是不是消费越来越弱？买房子那更别说了，更加谨慎了。说到消费，我们正好看一下商务部6月1日发布数据显示说截至5月31日，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5大品类合计带动销售额1.1万亿，发放直达消费者的补贴约1.75亿份，这个看上去成绩还是不错。他说，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达412万份，4986万名消费者购买了12大类家电产品，7761万，5353万名消费者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5663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650万辆，家装厨卫换新5763万单，这个和旧楼市是一样的。你看家电换新，你把旧车换新车，家装厨卫翻新，你这个都是你一补贴是有人马上换，但换完了之后后面就没了，你只是把它消费提前了。我记得在拼多多财报节目里面，对吧？因为拼多多得承接，这是他拼多多自己的董事长说的，说他们承接政府补贴这一块比不上其他的平台，所以导致拼多多第一季度业绩下降，就不达预期啊。那也就反过来说，咱们1月到5月全靠补贴产生一些消费，这个补贴某种程度上是拔苗助长，提前收割，就这个补贴也补贴不明白。今天有媒体报道说，上海有一个德科士店长
用消费券套现13.7万被判刑。5月29日下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上海首例政府消费券补贴诈骗案。去年有位顾客到店用餐时想核销乐品上海餐饮消费券，他说当时我还不知道上海有这个活动，所以拒绝了，然后还被投诉了。夏某说就这个套取消费券的这个店长夏某，他从顾客处得知消费券可以从闲鱼购买，便想薅羊毛。他在闲鱼上购买消费券，果然成功核销，获得了补贴。作为店长，夏某随后大量购买并核销满1000减300的餐饮消费券。据他供述，他先联络卖家，再通过微信沟通，以每张760元左右的价格购买消费券，卖家转账700元，用于伪造流水，并发来二维码。夏某在店里生成一张超过1000元的订单后，核销该二维码，就能收到300元的政府补贴。扣除实际购券成本，每张消费券能获利240元左右。从去年11月9日到11月28日，夏某通过这种方式核销459张乐品上海餐饮消费券，骗取政府补贴13.7万余元。最终，法院以犯诈骗罪判处被告夏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4万元。夏某找到了生财之道，从闲鱼上面买这个上海市政府发的餐饮消费券，买回来自己核销，当然这都是伪造的，他没有客人去吃，他自己核销完了之后再去申请政府补贴，对吧？他一单能赚240，按照蟑螂定律，难道只有夏某一个人是干吗？夏某还是听别人说的，也就是多少人在闲鱼上面买这种消费券，有多少人比夏某更隐蔽？夏某这个是比较简单好查，大数据政府一查，你这么一个小店，这么10来天里面就销了459张，你为什么比别人多得多？人家就怀疑，那一来查，这比较容易暴露。所以说你想一想，那些大的经销商卖彩电、卖冰箱、卖洗衣机、卖空调的0公里二手车里面有没有涉及这种补贴？刚才商务部说一共发了多少张？几千万张这个汽车这个消费券以旧换新的，难道不值得怀疑吗？这个汽车还有登记，你卖出之后登记在谁的名下？那你那些空调、洗衣机、电冰箱那些家电都不需要登记的，从这个库房挪到那个库房，他就可以去政府那里补贴啊。既然这么一个德克士店都能套取13万，所以其他的都不敢想象。消费券的发不明白，你说怎么促消费？我们继续聊楼市，政府救市的措施那是不能停的。6月1日消息，据微信公众号济南政务消息人，山东省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这个救市措施，其中提到，购买本市高品质住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由按家庭当期最高贷款限额上浮20%调整为上浮30%。购买高品质住宅，多子女家庭或高层次人才购买现房，贷款额度上浮，政策可以叠加使用，最高贷款额度为170万元。你看看，就给你贷款的额度上浮就是增加，那就这样，他每卖一套房，反映在银行个人按揭住房贷款就微弱增长，不就这意思？中国经济网报道，近日江苏南通住建局等8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给予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对主城区范围内符合生育政策的多子女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还有其他的，比如什么本科以上的学历的，什么房价总额的2%的补贴，这就是药不能停，继续救。最近经济学家董攀他说，哪里房价高就到哪里去工作，小城市都是人情世故。大家看视频，哪里房价高就到哪里去工作。我从来都是鼓励我的学生留在北京啊，实在不行的话去上海去深圳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房价高它是一个结果，它是一种反应。房价高的地方就意味着人口多，人口多的地方意味着什么？舞台大，舞台大人口多意味着交换关系更加的复杂，意味着那种人情，意味着那种权力对其中的影响是弱的。我们更多的可以靠自己靠自己就可以发展。比如说你留在北京，没有亲属在这里这种影响力照顾你，但是你在北京发展的很好，但是到小地方它就不是这个样子办一点点事情都可能很难。所以越大的地方越公平，越大的地方越有秩序，越大的地方越文明，越大的地方对我们长见识提高个人素质就更有好处。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各种研讨会，每天都可以听各种报告我们周末的时间都可以去参加各种音乐会等等，在小地方是做不到的。所以留在大城市，虽然前期艰苦一点，慢慢的就会好起来。
正好晚上有个热搜叫突然想到买房是相当于一次性租了70年的房子。这个我来谈谈我看法。董攀教授他好像是北师大的一个教授，虽然以前在炒房的时候房价一直涨，他是这种观点，好像炒黄金的房产的时候还据说被套得很惨。大家知道燕郊的房子跌成什么样，黄金就那些什么涿州、什么霸州、三河，那肯定是血流成河，损失惨重，都是膝盖涨。咱们不说他炒房，咱们倒说他这种观点，我是非常认可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对年轻人来说，你最重要的是就业，是就业机会，是发展机会。那小城市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其实小城市也有机会，对吧？但理论上是城市越大机会越多。那对我们普通韭菜来说，寒门学子、小镇做题家，你无权无势。对这样的人来说那确实你应该去大城市。为什么？是因为小城市它的天花板很矮，你在那儿你稍微一努力就碰到天花板了。而这个大城市天花板非常高，也就说俗点就是空间非常大，天高任鸟飞。那你在小城市遇到天花板怎么办呢？那你就得靠你家族，家里有没有资源托举你，像黄洋天田那样，你七大姑八大姨在你们县、你们小城市各个政府部门都有，你有这样的人脉，在那儿发展也还可以。但是我不说了吗？这寒门学子，这小镇做题家他没有这样的人脉。而在大城市，你不需要有这么好的家庭资源，但是你有好家庭资源那更好。比如说董小姐，她有家庭资源，那人家就可以进3甲医院，人家就可以弯道超车，可以上协和医学院博士毕业。但是你没有家庭资源，你也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空间，通过你努力，这种机会也很多。所以说为什么要去大城市？也就是在大城市，你可以不通过你的是吧，不要求你家庭资源多好，你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突破。你小城市呢，你就必须得有家庭背景、有资源，否则很难。就这么个区别。其实有人在小城市活得也挺好的，因为人家有家庭背景、有关系，就认识哪个县里的哪个领导，他就给县里的机关食堂送菜，这谁家还不种菜啊？送菜送这个肉什么之类的，他都能日子过得很舒服啊，就叫什么县城婆罗门。人家在那种地种菜就赚钱，你种地种菜你卖给谁？你养猪你把猪卖给谁？所以我觉得董攀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的。那结合买房子，很多人就说了，那现在买房子相当于一次性租了70年的房子，说法比较片面。虽然咱们产权证上面是70年，但是70年之后是可以续的。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个问题，你能够满足你上班找到工作，能够满足你实现你的职业前景的这些城市，那对应的房价它就高，那就是董攀说的。那房价又高，那你说我虽然工资还可以，但是你要靠我的工资去买房，那显然也是不现实，或者就是现实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个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要变了，因为我们过去的比如60后或者是50后，他们的观念就是到哪儿都得有套房，买房得有自己的家。我觉得80后、90后或者00后应该观念要变。怎么变？我应该有个家，但是我在我工作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租房住。如果我能买得起，我的工资很高，我的收入很高，我能扛得起这风险，那我就买。如果我扛不起这风险，或者我买房压力大，我就不买，就租房住，没毛病。等到退休了，你再找个地方买房，还是有自己的房子。退休了，你去那个什么辽宁阜新，你去云南个旧，这些地方都是地级市，医院3甲医院都有，公共设施也有，那房子10来万一套，你去养老不好得很吗？也就是说，在你工作的地方给你提供工作机会，给你提供高薪的地方，房价肯定高，买起来很难，那我租。等到我退休了，或者没班上了，我自己决定提前退休，那你就可以去河岸冷，就去广西北海这些地方，它又不是农村，它都是地级市，相应的配套都有。虽然比不上上海，但是那还不错，在那儿养老那相当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观念要变，怎么变？也就是你在你工作的地方，那地方房价高，那我买不起我就租，没毛病。等到我退休或等到我不上班了，我就到一个适合我待的地方，在那儿去。你都不上班，你跑北京、上海待着干啥？就像胡一金老师一样的，他早就应该离开北京了，把北京、上海把这资源让给年轻人，老同志主动的离开，到什么南方去，小城市又不堵车，也有公园，也可以跳广场舞。所以以后这些工作机会多的大城市恐怕都是以租房为主，那些小城市那你就去买房，在那安家，老了在那儿待着。这是我的观点。90后、00后以后这种住房的观念肯定会发生变化，租房结婚没毛病，会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你就不会被房子所累。房价高那是因为你想要的房子的房价高，对吧？这个咱们的房子是个结构性问题，你鹤岗毕竟不要3、5万一套的嘛。去大城市赚钱，到小城市养老，我想以后肯定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